啊，移民咗英國啦。咁啊07年嘅到依家，真係誇張啊！好長時間。咁另外一組啦，400米第二組嘅賽事咧就留意咧，我哋國家隊啊葉偉欽咧就相當唔好嘅線道啊，第9線，好似頭先泰國選手咁喺咁外線，你走又唔係，唔走又唔係，如果前面走得太快咧就會散咗。咁但係如果你唔快就好快俾人過㗎啦。咁留意都係卡塔爾喎，真係因為卡塔爾喺呢個 U20嘅亞洲紀錄咧，亦都係卡塔爾選手保持。呢度咧就相對好跑啲，可以睇到外線嘅運動員嚟追，但係太急防守住內線啊，太急追咧就會散，會自己走散自己咧，都要睇睇佢哋跑嘅節奏啦。咁紅色衫就係卡塔爾啦，好易認嘅啫。咁喺埋邊線咧就哇好快喎！阿聯酋已經2步過咗上去喎，佢唔過住跟住佢先。睇嚟咧就都好輕鬆下，兩個一齊拍住上咧就追過咗外邊嘅泰國隊嘅選手啦，第7線嘅運動員。而國家隊嘅葉偉欽咧喺第9線就好快俾人過咗喎，可能會唔會太慢？後邊再追翻上去咧，再睇啦。入直路依個真係超班喎，個45唔係假嘅喎。去到臨尾嗰個 form keep 得好好，但係見到卡塔爾選手咧好大步啊，真係都 keep 住算㗎啦。大家知道入場入決賽冇問題啊，頭3都入嘅。43，兩個收地步都45秒33，非常之一厲害，真齊 PB 啊，齊。唔怪阿德教練話要45秒先入到決賽啦，真係喺係日本嗰度。咁而家即係頭2名收住步都45啊。反而咧就爭嗰個另外一個大 Q 嘅位咧，就睇下你國家隊嘅葉偉欽可唔可以追到上去先。喺外線呢兩個就睇住跑啦，應該仲有少少喺手嘅。係啊，葉偉欽睇壓線可唔可以壓埋落去？哎呀，爭啲啊！爭啲啲。但係呢組快組咧，快相信細 Q 都有得入㗎啦。應該都會扯快咗，即係應該都有入去，都係爭。時間係啊，阿聯酋選手45秒32，卡塔爾45秒37，斯里蘭卡46秒46，中國選手葉偉欽咧就係46秒64啊。哦，咁應該中國選手都入到去喎。係呢組快組嘛？係啊，咁算到應該入到決賽。咁啊，啱啱呢兩位卡塔爾同阿聯酋選手亦都係破咗自己嘅 PB 啊，所以都恭喜佢哋喺呢一場嘅亞洲青少年 U20田徑錦標賽度係突破到自己嘅佳績啦。咁亦都係可以希望聽日嘅決賽再做一個好啲嘅成績。咁又多一日休息咧，嗰個翻去酒店恢復一下，恢復又爭好遠喎。瞓個覺，唞唞，食翻飽先啦，係啊。